另外，这件意外发生伫咧嘉义中部乡下仔啊，这件严重的车祸，一个桥倒来查某囡仔因为颠倒方向，弄到直直行，另外一只自家用当场倒咧涂骹无喘气，因为弄一个真正力。附近的民众惊甲破胆，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赶来到现场，赶紧甲伊送去病院，将其尾也是救袂倒转来。 白色轿车引擎挂变形，倒伫边仔机车零件线甲规涂骹，头前的车壳规个裂开，椅座啊规地落落来，弄甲变做歹体啊，会弄甲遮尔严重，拢是因为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。我伫遮安尼来啊，徛过对哦。哦，徛过对哦，弄去对用就对，弄去伊的车道就对啊。嘿啊，一个人尔对。哦。啊，撞起来对涂骹。警消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派救护车过去，人送到病院的急诊室，医护人员就赶紧替受伤的人做急救。这件严重的车祸发生伫嘉义的中部乡，20号早起姓林的查某人可能骑颠倒向，去弄到对向的轿车，当场无咧喘气。到达现场后啊，发现一名女性，年约40岁。 患者欧卡，查某人送去病院急救了后，尾也是救袂回来。警方会调看附近的监视器来了解车祸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